VY，你隻杯好靚啊，係銀色嘅，俾你睇下。哇，好靚嘅銀色啊！係啊，銀色睇上去好有質感，而且唔容易生鏽。哦，係啊，好多餐具都係銀色嘅，例如刀同埋匙羹。係啊，銀色嘅嘢令人覺得好高級，好似銀手鏈啦。係，奧運會嘅獎牌都係銀色嘅，代表第2名。金牌第1名，銀牌第2，銅牌第3。硬幣呢都係銀色嘅。生活中好多機械同機器人嘅設計都鍾意用銀色嘅喎。銀色嘅手語係咩呢？銀色，下星期一見，拜拜。